唔想捱餓，唔想狂做運動都可以瘦。我個學員由82kg 瘦到63kg，真係靠呢幾招。成日覺得自己唔算特別肥，但係肚腩、腰、大髀度度都有啲肉，真係覺得好煩。唔想跑步又唔想跳繩，點算好？節食唔好搞，減完又反彈，仲傷身添。我親自見證，唔使虐待自己，真係做得到。第一，食得飽又可以瘦。早餐食2隻雞蛋，一杯優質蛋白粉，一個拳頭嘅綠色蔬菜，細細條嘅淮山，蛋白質、膳食纖維，蔬菜夠晒飽肚，唔怕餓。午餐一個拳頭嘅澱粉質，一個拳頭嘅蔬菜，同埋一個掌心嘅蛋白質。記住，唔好食炸嘢、肥肉、甜品、零食，真係有分別。晚餐可以唔食澱粉質，食蛋白質同埋蔬菜，堅持4個星期，肚腩都細咗。第二，輕鬆運動懶人包，頭5日每日快走30分鐘，第6日開始加多100下深蹲，唔使一次過做晒，分開嚟做都 OK。最後一步，夠瞓好重要，每日至少瞓7個鐘，夠瞓先減得快。每完成一樣，你都會明顯 feel 到瘦咗。如果你都想要減肥筆記，留言想要，我 send 俾你，記得 share 俾身邊朋友。一齊瘦，一齊靚，瘦嘅路上你唔係一個人。關注迪安，一齊身心健康生活。